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今天9月13日，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一起来敬拜，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让上帝的话语在每天当中都帮助着我们，让上帝的话语提醒着我们，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跟上帝说：“我不放手，因为主你的恩典要一直祝福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也预备我们的心来到上帝面前，一起来领受。哈利路亚！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要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没有任何的事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在那一次失聪迷路中，你亲手呼召我；在多少次彷徨无助中，你大能扶持我；在每一次失望难过中，你用爱抚慰我。你应许从来都不落空，在那一次失措迷路中，你亲手呼召我；在多少次彷徨无助中，你大能扶助我；在每一次失望难过中，你用爱抚慰我。你应许从来都不落空，抬起头仰望，主你的荣光，有你在我身旁，我心坚强，于是我往前走，你紧紧牵着我，不放手，不退后，到最后。在那一次失措迷路中，你亲手呼召我；在多少次彷徨无助中，你大能扶助我；在每一次失望难过中，你用爱抚慰我。你应许从来都不落空，抬起头仰望，主你的荣光，有你在我身旁，我心坚强，于是我往前走，你紧紧牵着我，不放手，不退后，到最后。抬起头仰望，主你的荣光，有你在我身旁，我心坚强，于是我往前走，你紧紧牵着我，不放手，不退后，到最后。抬起头仰望，主你的荣光，有你在我身旁，我心坚强，于是我往前走，你紧紧牵着我，不放手，不退后，到最后。你紧紧牵着我，不放手，你不放手，耶稣。
在今在永在主，你心是直到永远。我持守你的应许，对你坚信不疑。昔在今在永在主，你心是直到永远。我持守你的应许，对你坚信不疑。抬起头仰望，属你的荣光，有你在我身旁，我心坚强。于是我往前走，你紧紧牵着我，不放手，不退后，到最后。抬起头仰望，属你的荣光，有你在我身旁，我心坚强。于是我往前走，你紧紧牵着我，不放手，不退后，到最后。不放手，不退后，到最后。主，我们感谢你恩典，让我们到你面前来敬拜你，让我们不放手，不退后，到最后。让我们紧紧握着你的手，你也牵着我们的手，让我们来走你带领我们走的道路。在许多时刻，我们或许走迷了路，或许我们走错了路，或许我们没有跟着你来走，用我们的牧者时时带领我们，时时提醒着我们。让我们在迷路当中，在彷徨无助中，你亲手呼召我们，你亲自扶助我们，来帮助我们。主，愿我们能够将自己的生命仰望在主你手中，让我们更深的来经历你，更深的领受你的恩典，你的带领，让我们不放弃跟随你的道路。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也愿我们将自己献上，成为活祭，让我们参与在你家中，这家中里面的所有的事物。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9月23日，我们要一起来读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第11章第10节到第21节。尼希米记第11章第10节到第21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祭司有约雅利的儿子耶大雅，还有雅金。西莱雅他是希勒家的儿子，米舒兰的孙子。他的祖先还有撒都、米拉约和亚希图，他们都是大祭司。这宗族一共有822人在圣殿任职。亚大雅他是耶罗汉的儿，他的祖先还有米什利莫和因麦。这宗族有128名是善战的勇士，他们的监督是撒巴蒂叶，出自名门望族。利未人有示玛雅，他是亚述的儿子，亚利干的孙子。他的祖先还有哈沙比亚和布尼。沙比泰和约萨拔
他们是卓越的利未人，监督圣殿外面的事务。马他尼，他是弥迦的儿子，撒底的孙子，亚萨的后代。他领导圣殿诗班唱感谢的祷告。巴布加，他是马他尼的助手。亚大，他是沙摩亚的儿子，加拉的孙子，耶杜顿的后代。利未人一共有284人住在耶路撒冷城，圣殿守卫有雅古、达门和他们的亲属，一共172名。其余的以色列人和余下的祭司、利未人住在犹大的其他城镇，他们的主业的地方。圣殿工人住在耶路撒冷的俄斐勒，他们在西哈和基斯帕的监督下工作。我们今天经文在尼希米记11章第10节到第21节，让我们再用点时间来看今天的经文，来默想今天的经文。当我们看今天经文的时候，应该也会觉得这也是接续昨天的。在昨天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当耶路撒冷城跟圣殿整个处理的差不多的时候，接下来就是要有人
去住在耶路撒冷里面。耶路撒冷需要恢复它的一些机能，这些机能我们想包含了圣殿的机能，也包含在耶路撒冷城，上帝拣选他，而且人们也要在这当中能够居住下来，能够生活下来，这许多的机能。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地方，并不是说好把房子盖好了，把什么东西弄好了，这样就好了。也需要人进到那里面去，当人进到那里面去之后，整个才会活络起来。有时候我们在说一间房子如果没有人住的话，它很容易就毁坏掉了。那种毁坏可能是它哪边漏水，哪边出状况，你没有去处理它。而在当中，当我们没有在使用的时候，就像我们在说，有些车子你没有在开的时候，它很容易坏。当你偶尔开一下，能够发个动，然后让它出去走一走，车子会走得更好。房子也是如此，而现在有一些新的鞋子也是如此。那些鞋子当你把它放个半年1年，它的鞋底就坏掉了。但如果你一直穿，常常在穿它的时候，会发现半年、1年、2年可能也不会坏。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也是一样，当他在慢慢的恢复耶路撒冷城，在恢复圣殿，在恢复这许多的机能的时候，会发现说，这些城墙慢慢的被建造起来了。这城墙被建造起来之后，让祭司、让利未人等等的，他们恢复他们的职分，去服侍上帝，去服侍弟兄姐妹。而在当中，他们住在那边也有需要一些生活机能，并不是说他们住在那边就好像住在一个世外桃源，好像成为仙人这样子，什么都不用了，而是他们也需要有他们的生活，所以有一些也要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在当中，这些人可以帮助着圣殿里面的运作，也帮助着在这当中的人们他们的方便性。而接下来可能陆续还是会有人来朝圣，其实朝圣者也需要有许多的资源。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前面讲到说，从祭司、利未人、领袖，然后人民一批一批的被拣选住进了耶路撒冷城。接下来这边再讲到说，祭司有约雅利的儿子耶大雅，还有雅金。所以有祭司，他借着这边记载很多人。其实当我们在看尼希米的时候，他特别的记载了许多的名字，许多的家族，许多的宗族，许多服侍的人，他们参与在当中也都被记录在册。而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去把它记录下来。或许这也是牧师的一个软弱，不喜欢这样子太高举人。因为有时候我们把名字拿出来的时候，好像会太高举人，但是有时候我们把人名拿出来的时候，把谁做了什么事情拿出来的时候，也有人会嗤之以鼻。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了我们要展现的是什么？在当中我们要带出来的是什么？许多时候我们是需要去思考这一些，我们所要带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效应？而在当中也是一样，当我们好像被记载在生命册一样，我们参与在当中，这些人民是上帝特别拣选的。所以当中讲到说，祭司有这些，也还有希莱亚，就是希勒家的儿子，米舒兰的孙子。而在当中也提到他们的祖先，他的祖先里面有这些人，而这些也都是大祭司。这也让我想到，当我开始要去念神学院的时候，就开始有人在聊说，这谁谁你认识吗？而开始当牧师的时候，也开始会发现，开始有些人会搬出族谱来，会讲到某个人，他的爸爸、他的妈妈是谁，他的阿公阿嬷是谁，他们谁那边有人在当牧师等等的。这或许是个渊源，或许是一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荣耀。当然有时候对某些人来讲是不是在攀什么关系？而在当中之前也提到说，某个人某个同工在遇到某些状况的时候，也有个牧者就开始搬出了说，这个人他们家庭背景是怎么样？
那你们家族的人是不是也要出来帮他给站下？所以当中也有开始会带出这样的结党的问题。然而在当中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尼希米在提的不是这种结党，而是在讲到说他们家一直是被上帝拣选的，他们家族当中有出现了一些大祭司，而这当中不是要取得什么样的利益，而是在提出你们有这样很棒的祭司，你们坐在这当中，你们还可以做美好的工。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在提的并不是说我们就是要拉什么关系，我们就是要怎么样，而是在提到说我们家从以前就被上帝拣选，而在当中我们持续在圣殿里面，在教会里面在服侍，我们不竟然要出很多的声音，而在当中所做的上帝都纪念。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提到人民的时候，可能会有2种3种不一样的想法在这里面。而在当中我们看到，我相信尼希米在做的就是在提到这个家族蛮有上帝的恩典。而在我们家中，我们是不是也期望我们家庭里面也是有这美好的恩典在这里面？当我们在教会界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听到提到某个人的时候，就说哇，你们家那个谁很棒，你们家什么长老什么执事哪个弟兄，哇，你们在做很好的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美好的见证，不一定我们要认知，而在当中当你能够做得很棒的时候，我相信上帝都记录，上帝都纪念。而在这上帝都纪念的过程当中，其实人们也看在眼里，也知道这个人非常的棒，这个人哇做美好的工。当然会有一些延伸，看到某个人出来服侍的时候，又听到他们家庭背景的时候，就会说哇，怪不得能够做这美好的工，因为他们家庭背景是这样。有时候会这样会拉回去，我们在当中来看，确实如果当我们的家庭是这美好的见证的时候，常常能够影响我们的孩子在生活当中，在信仰当中也能够有这美好的见证。因此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这当中来活出这美好的生命出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西莱亚，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祭司有什么了不起，牧师有什么了不起，然而在当中很重要是祭司牧师，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其实都是上帝所拣选，参与在上帝的工当中。因为我们现在人来看，我们都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啊，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去看见上帝拣选你进到哪个位置，参与在那当中的服事，不是在高举自己，而是去看见上帝怎么带领，上帝怎么赐福在这当中。所以这边讲到说，这个祭司其实他们家族应该有非常多的祭司，然后这边特别提出来有这3位，他们的祖先有这3位都是大祭司。所以这当中讲到说，这个宗族一共有822人在圣殿里面任职。哇，有没有看到在圣殿当中有需要很多人参与？可能这当下有822个人，也有可能从过去到现在看到这个家族这个家谱，就发现哇，这个家族人非常的庞大。所以这当中在讲的不是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势力，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到说人数很多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势力在当中，甚至有时候会讲到说乌云罩顶那种感觉。但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并不是这样子，在讲到说这个家族是非常受上帝祝福的，领受非常多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拣选他们家族在这个位置当中有这么多的人参与在圣殿的服事。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会提到某些，但是有更多时刻是没有记录在这里面，并不是他们不重要。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也常常是提到一个人来代表整个家族或整个宗族，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家族这个宗族里面很重要，在圣殿里面很重要，那种重要是上帝拣选他在这个位分上
参与在这当中的服事，所以他们参与这当中也看到上帝的恩典在这里面。接下来讲到另外一个亚大雅，讲到说他是耶罗汉的儿子比拉利的孙子，他的祖先还有这些人，所以这当中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应该有一个概念，知道祭司这职分是世袭的，从亚伦开始传给他的2个儿子，他的2个儿子继续往下传，也就是常常讲到说有2个传统，有2个祭司传统，一个是亚伦的这个祭司传统，另外一个是麦基洗德的传统。而亚伦的传统常会在我们的圣经里面看到，包含刚刚讲的这些祭司都是亚伦的传统。然而麦基洗德的传统我们看到只有2个人，只提到麦基洗德跟耶稣，所以祭司传统可以讲的就是这2个。所以当他们在回归的时候，就像前面尼希米去看到这些人回归的时候，里面讲到说他们要拿他们的家谱来，所以当尼希米让这些人回来的时候，叫他们回去把家谱拿来。当你的家谱能够溯源到亚伦的时候，那你就是祭司的传统；无法溯源就先放在一边，等到大祭司起来的时候，再来去判定你是不是能够在当中来供职，来参与在圣殿的服事。所以是说这就是一个亚伦的传统在这里面。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在犹太人当中有这样一个祭司，也就是亚伦传下来这个祭司的传统。而利未人的这个传统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12支派接下来开始看这些支派里面，其中一个利未支派是专门来服侍上帝的，所以从那个传统一直下来，所以也就是这样的世袭一代传一代的去参与在服侍上帝的这个职分里面。而我们呢，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这样子？当然我们在讲到说长老、执事、牧师，很多在我们新教里面这个东西没有在世袭的，不是说你爸是长老你就会是长老，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家庭里面，确实他们家的第1代、第2代是长老、执事等等的，他们孩子也会是，因为他们很自然的在教会里面成长，耳濡目染的看见爸妈的生命，他们也向往这样的生命，他们也参与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他们的生命也这样成长起来，然后一步一步的跟随这当中，然后也跟着这样来服事。我想在很多教会里面都有很多这样美好的传统在这里面，这些职分都不是世袭，但是这信仰当中也被父母影响，他们也很自然的参与在这当中。所以我们在看的都不是那种，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很负面去看，但是我们用正面来看，会发现这是一代传一代，这一代传给下一代。我们把我们生命美好的一切，我们要传给下一代，不是只有钱，不是只有房地产。钱跟房地产常常我们看到可能在这一代或下一代就已经败完了，但是在当中我们看到信仰，更美好的信仰，当你带给孩子的时候，你给他的钱可能会像那2000的一样，2000的再得2000，2000的再得2000，而在当中他可能2000的变4000，4000变8000，8000变16000。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在他美好的生命当中，他可能2000已经够用，上帝大大的祝福他，让他在教会里面来活出那美好的见证。所以过去在犹太人传统当中，这样的职分是世袭，而在我们现在的教会当中是另外一种的世袭，也就是信仰留给后代，他们活出这美好的生命，继续的在教会里面服侍。这边讲到说，这宗族一共有242人是家族长，哇，这也是很庞大的家族，242人是家族长。另外也提到亚玛帅，他是亚撒列的儿子，亚哈塞的孙子，他的祖先还有米什利末和音麦。我想我们在以前经文里面常会看到音麦这个名字，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当他们将来参与在服事当中，特别点出这些人，
也就是这是很重要的一些同工，而他们的背景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可以溯源的一个背景，而在当中，在他们家族当中都有这美好的见证在这里面。所以这当中也讲到说，这宗族有128名是善战的勇士，其实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家族应该是更大的。然而这边特别提出来说，有128名是善战的勇士，他们的监督是撒巴蒂叶，出自名门望族。所以当中也都可以看到这些人，他们家族其实也都可以说是名门望族的家族。所以前面提到的是祭司，接下来这边看的是利未人，这边讲到说利未人有示玛雅，所以这边一样提到他是什么样的背景，他的祖先有这些人，还有沙比泰、约萨拔，他们是卓越的利未人，监督圣殿外面的事务。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或许也都可以明白说，在我们同工当中，大家参与在这里面，大家所参与的事物有哪些？而在当中，当我们尽心尽力的时候，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些事情会怎么做，怎么发展。接下来讲到的是马他尼，其实他说他领导圣殿诗班唱感谢的祷告。所以我们在看从昨天的经文里面在讲，昨天讲到里面也讲到说，其实在这里面都有一批人是在唱歌的，是圣殿歌手，是带领众人来到上帝面前来感谢、来祷告、来敬拜，带领众人来到上帝面前。所以这当中也看到为什么当我们参与教会的时候，不管在长老教会或其他教会，都会经历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们都会唱诗歌。不管那个诗歌是我们讲的圣诗，或其他不同教派所用的那些诗歌本，或现在的华语的敬拜的诗歌，都是透过唱歌，透过诗歌，透过敬拜来到上帝面前。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很多教会，大部分教会都会说圣歌队非常重要，或者是说乐团非常重要，因为有一群人他们专门投入在当中，在这里面预备好要来敬拜上帝，也带领弟兄姐妹，带领众人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所以在第10章里面的经文，我就一开始我看到某些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大家不知道会怎么想，因为讲到说在圣殿里面有预备的一些地方，特别是要给利未人的，但是接下来他讲的是利未人在他们专属的地方，在那边敬拜上帝。另外一个说在那边祷告，认罪祷告。所以当他们有这样专属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那个地方好好的服侍，在那边带领弟兄姐妹，带领众人来敬拜上帝，带领众人来祷告。所以在当中我们也看，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为什么要有一个地方是圣歌队席，或一个地方是专门给乐团的？其实也就让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有专属的地方，每到要敬拜的时候，要祷告的时候，他们就会在那边。所以这也让我们来看，我们有圣歌队的地方，我们有乐团的地方。刚刚也让我想到，我们还需要一个地方，就是让弟兄姐妹祷告的地方。我们需要一个祷告室，或者需要一个祷告的空间。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就能够有一群人是在那边祷告。当我们平常的时候，也可以让一群人就是在那边祷告。在许多时刻，大家都可以参与在那当中的祷告。所以需要的是在那当中来敬拜，来祷告。这边也提到说，巴布家也参与在这里面。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前面提到了很多人，所以利未人有这么多，其实利未人的人数一定是比祭司还多。而在当中我们看到说，利未人一共有284人住在耶路撒冷城。
所以有更多的人是住在耶路撒冷城的外围。接下来还需要圣殿的守卫雅古、达门和他们的亲属，一共172名。在当中势必也是需要一些人来守卫圣殿。在当中可能有人站在外院、内院、男人院、女人院，甚至是圣所的外围，去看守这当中。我们看到前面列王记里面有讲到说，或许在他施或在哪一些王的时候，有些人会住在圣殿，上帝特别保守他们。而当这个王要起来的时候，那时候祭司也跟他们说，这些守卫分成3批人，3批人也参与在当中去保护这个即将就任的王。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也是如此，也需要这些圣殿的守卫参与在当中。所以这边讲到说，雅古和达们他们的亲属共172名。其余的以色列人和余下的祭司、利未人住在犹大的其他城镇，他们主业的地方。这边讲到的也就是他们回归到他们主业的地方。有些人可能搬到他们现在住的地方，或者是继续住在当初摩西之后，约书亚带领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去分配的。这11个支族都知道，他们都领受了他们的产业，而在当中也分出来大概3个到5个城是给利未人的，所以他们也各自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去。这边最后讲到说，今天经文最后讲到说，圣殿工人住在耶路撒冷的俄斐热，他们在希哈和基斯帕的监督下工作。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这边特别提出来这一些人，包含了祭司、利未人、圣殿守卫，还有圣殿工人。后续还会有很多记载，而在当中我们看到这许多人都参与在这服事里面，而这些服事也就真的这样，当他们住在圣殿当中的不同区块，当他们住在这些的时候，是让他们能够在这当中来供职、来服事。而在当中也特别拣选这些人，这些人有一些我们看到也有特殊的背景，而那个背景在讲的是他们从以前到现在都一直在服事上帝。当然很多东西都变质，像我们到现在有很多都变质，都会觉得这都是一个头衔。你看我当了这个位置，就好像要有那个 level 的感觉，就好像要有那个权力的感觉。但是我们看到那个权柄，不是因为你的位置来，而是从你的生命的流露出来。你的态度，你怎么样来服侍上帝的态度，你在当中你怎么样参与在这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很快的都搬出来说，我是长老，我是牧师，我是什么样的身份。其实很多人都很喜欢展现出自己这种身份，但是我们要展现的，其实像牧师以前一直在讲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身份是基督徒，是基督的门徒，这才是最重要的身份。后续那些加上来的，如果没有这一个主要的身份，那些什么都不是。所以当你是基督的门徒，你应该是会很渴慕上帝的话语，很渴慕与基督同在，很渴慕跟耶稣来分享你所面对到的所有事情。就像耶稣的那12个门徒一样，当他们被差派出去的时候，他们还可以跟耶稣来塞奶，不要啦，不要让我们出去。然而当他们很开心的回来的时候，他们真的这样听话出去，开心的回来，也跟耶稣分享他们所遇到的，不管是好的或不好的，也将会分享。而当他们分享完之后，接下来耶稣可能又跟他们说，来换你们服侍了，为他们祷告，给他们吃。他们又收回去，又觉得怎么又给我们的？而这也就是一种美好的关系，他们才能跟耶稣说不要啦，不要。如果那种很远的关系，
就会觉得他下命令我们就要做，要不然就说有什么了不起，叫我们做你自己不会做，然后就离开了。有可能有很多的情况，而在当中，在讲到说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你会怎么跟随？所以你会很渴慕耶稣来到，很渴慕要跟耶稣来分享生命当中所遇到这许多的事情，有什么许多的领受，你都愿意去分享。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些祭司、这些利未人、圣殿的守卫，甚至这些圣殿的工人，有时候我们会感觉这好像是一个阶级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好像祭司是比较高的位分，然后圣殿工人是比较低阶的。或许那个时候或许会有这样分，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现在来看，我们每一个服事都很重要。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今年4月3号遇到了大地震，这也是这么久来我第一次看到我们教会的建筑损坏这么严重。还记得那段时间大家都很关心，那段时间台湾很多房子也都受损，在那段时间也很多人都叫不到人来修理房屋。但是感谢主，我们教会有一批人，他们对这些事情是熟悉的，所以当我们的同工一号召的时候，其实还没号召就已经有些弟兄姐妹站出来说，他有时间，什么时候有时间可以来做这些整修。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圣殿的这些工人很重要，他们看到圣殿哪边损毁了，哪边状况怎么样，哪边要补漆，哪边要整修，当他们知道，他们就可以去处理。跟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当那时候我们看到我们1楼2楼有很多损伤的时候，我们同工我们弟兄姐妹这样进来，很快的那几天就把它修复回来了。所以把墙修复回来，还上了漆。而这当中我们看到我们教会过去有很多东西在换的时候，当然有一些是请一些师傅来处理，而里面有很多是我们弟兄姐妹自己把它处理起来的。所以当我们在看圣殿里面也是一样，当有这些工人的时候，很快的可以处理。当这些守卫在当中也是很重要，他们要去确保圣殿的安全。当然也包含圣殿的这些分界，每一个门哪些人可以进去，哪些人要停留在这个门的外面。所以我们在看教会里面的服事也都很重要，我们需要一些招待。就像我们同工一直在提醒说，我们门口一定要有人，当门口有人的时候，有人要进来，我们就可以招待他，就可以帮助他。当然有一些不好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外面马上就有人可以挡住。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去看见，这每一个服事的人都很重要。我们也会去思想到过去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些同工、一些弟兄姐妹，过去在教会怎么服事，或许他没有担任什么职分，长老、执事之类的职分，但是他在教会里面所做的，很让人家纪念。讲到某个东西，就会想到谁。而在当中，对他来讲，他就是叫默默的服事，在教会默默的服事，不求什么，只求上帝纪念。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着许多人的时候，或许你会觉得，这些人好像声势显赫，但是换个方式来看，这些就是他们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他们的职分，他们的信仰，这样一代一代的来传承下去，成为他们家族很好的祝福。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些人，包含以利，包含撒母耳，包含有许多的圣职的人员，他们的家族的孩子没有办法来承接。当然也包含亚伦他的其中2个儿子，没有办法来承接这些职，因为他们的生命得罪了上帝。
所以当中我们要帮助我们不得罪上帝，也要帮助我们的孩子不得罪上帝，而也在这当中持续的领受上帝的恩典，这样也才能真的让我们领受祝福，祝福在我们子子孙孙，也让这些当人家讲到这个孩子是谁啊，是某个家庭的，哇，他们爸妈做了美好的工，难怪他们的孩子能够长得这么好。所以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责任，生命责任是什么？最重要是让自己长得好，让自己在当中生命能够开花结果，能够好好服侍上帝，也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特别是我们家孩子的祝福。接下来有段时间，让我们再次进到经文里面来默想上帝的话语，思想上帝的话语，让上帝的话语进到我们生命当中。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当中被你拣选，被你找着。许多时候，我们或许也会觉得有很多的压力，有很多的疑惑，然而在当中也让我们看见这许多的
祭司、利未人、圣殿守卫或圣殿工人，他们参与在圣殿里面的每一个服事里面，而他们在当中的服事都是用他们的生命来摆上。而这当中也看到，在他们的家族里面有很棒的恩典。他们家族当中，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爷爷、他们的祖先有着美好的恩典，而这样代代相传下来，他们继续的在圣殿里面服侍。主在当中也让我们看见，教会里面也很多这样的事情，有很多家族也是如此，一代一代的将这样的信仰传承下来，一代一代的祝福着这个家族的孩子们的每一个人。在我们教会或许有一些是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的，而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当我们有恩典，我们视为宝贝，在当中持守你的话语，也帮助着我们的孩子在当中来领受你的恩典。感谢主，不管我们进到第几代，都要献上感谢。而在当中也看见，或许我们有第一代、第二代，在当中也正在追求，我们期望我们一起来奔跑这样的天路。其实不管第几代，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当中，我们都要跟你有更美好的关系，而在当中也透过服事去建立跟你的关系，也在当中也带领弟兄姐妹，也带领我们家的人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来领受这美好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今天经文回来看我们的家庭，我们也期望成为你所祝福的家庭。就像我们也常常鼓励我们那些刚结婚的新人，要组成基督化的家庭，也就是让上帝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感谢主，感谢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再次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愿主你赐福在我们当中，将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放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成为我们教会当中每个弟兄姐妹的祝福。我们将祷告祈求的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祈愿我们每一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主的面前，给上帝空间，给上帝时间，让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愿上帝赐福于你。